是那听的，好的，今他们天呢，对呢，首先要谁谁难问候给，各位俺怕别给透你的过的，全部都是把网那个说络的，来俺听的，听课的各位你妈的在唱了的呀，都那僧众们，么啥哎，甚至还说你，有所有的在家法友们那等你卡上车吧，大就到家这俺的车吧，系列吉就送给你祥如意。们了呀。之我呢下前面那就送去下有来的2天的课那样的，程，本来呃，应该要上课的，俺让了米色给来个了的就是退去，10号跟听这个13号，建议。现在嘛，但些因为临刚才出了印度时山呢，有些那第一个那事情，么出来呀，就土豆所以没有办朋友，法这个听这穷上课。也为呢，同嘛，那么，如果造成各位的不我把他方便啊，去看印，那么首先那等于要跟同面些是写为各位呢，说声卡上，对不起。这个交给其中一个过来呀，那么，那写到没我们这着数目次也不得，讲到的是这个年代十八得被写部派，上去，这我个他们们首这原写先是上去，上这个座部，发现得被写上去，他可能还写上有数数目出去，就拖呢，南把传修改的。等等，还有大当然呢，众部等这地个等不同的我用说法。处的印度山呢，太咱们这个社会这个层面吧了，它的这个那其实好不内容呢了解，是挺复杂的，上送，它的印度山呢，所以我有一点马上都担心，这里啥了不是可能衰减，那第没有一套的嘛，讲的太这些清楚，水平呢，那所以社会我想呢，上在什么了不还起，它的这是再个透过热啊，呃越南呀，它提过一的，些图表等等，类似再多做一些鸟上的印度解释山呢。提过和对的，解说。解码数据切，这所以这部里面了分呢，呀，我们之后等呢会再讲呢，说，跟可以说是做一个那个补充的就说明。特别推入了呀，那么今这把天主要所说的是老板，要讲到的是，给在这些大钱，声闻部派里念大钱，面的，等这卡的呃穷也吧，提出过的，多位那这里念了呃许南什么这比较样子，出名的这个大阿舍离，主要有哪几位？他这样当不，嗯，他这边给老板写别个了呀，他对吧？这边那哪里么讲到家的讲到部派佛农村上教的这了呀，些大德哦，佛教穷对不起，还给的大德，穷对不起，差的要的。那么部派那佛教农村上的它人了红传呀，兴盛的大这概有地方千民众啊，等余年这这样的还给穷的时间，出来呀，在这这千余年之间哦，台北给开吧，台北说了呀，都那么这开吧，各个部派呢希望等这长远的都出循环的。现了无数的这些佛教的他长了大德，都学徒嘛的，学徒嘛的了，当然先给，那以上我也没有办怎么样？法全等这部都做台北介绍。场面给去开吧，卡了远吧，等这，你是长么快的，这以前也要嘛的。那事实等这印度他上也没有一个完想了呀，整的文献能他够很台北嘛都清楚的学呗，说出哪里？所有的佛教大德他们这是谁。原来台北党，那台没台北了说但话，他等这个台北开以下呢，我始是，想就介绍说一切有呃，部还就有上插嘴的座部哦人心给他，那边比较有代表卡了远吧。性的几位阿舍离，对吧？说要介说说的就插绍一下。穿对呀啊，等这给咱看到那边全部卡了远吧，开始去我这学那什么产生。但第一呢，那他们他们这原来给代表了呀，那边卡了穷远不得嘞。但他们这那么首原来给先要讲的路了是说一呀，切有部里面我们的被点呢，大德。我们那被点那个么说一切哪了呢？有部呢，他给他去主要学的，是阿我那是毗达能够呢，摩藏。会喊这个那叫了呀，么对于这我把部地图送了吧。著作，主他要在得藏传佛教加拿大来说，给了呀，有就7部阿加拿大人毗达摩。送出去绿界了延拉出山，那么等这同样在个东西汉传佛教里让这面也有提个嘛，到说是一那生绿界了延拉六足，出山呢，按照都养了去，我把地图山呢，按照都看到或者是呀，藏传佛他这教说的原来路是是阿毗我们达摩有别给7部。电脑总之呢，啊，我们别熊正眼，就是他等这些个撰大概吧写这样的开始学吧，7部他就说著作《阿毗达他们这摩藏》的原来路呀，他作者总共有开了7位，开吧这段路不知道，开可以说吧快的送我是最具去下的，代表他性的，而电脑了呢，且最殊胜的他们说一切的。有部的这个佛呢，教大德。它的绿级的养蜡烛下边拿了呢，绿的电就是真的，那么首养蜡先第一机它这个呢原来路我们是电脑个拿了说一呢的，切有部搞出来这当中可以说电脑是整个综早期艺的学的的，根本哦，做绿的这个电也就是就是真的，像是说的下身体一面呢，般的嘎达这样的菩个作者萨下的，是谁呢？嘎达样就是的菩萨的，迦多衍尼子，或者叫大迦旃延嘎达尊者。样的菩萨的，他当然这个三个
좀 된데기 호랑이 응을로 그 첼리아야 까다야니 부첨부 세주어 봐我的爹大他的根本的原来给我别点的，那么他的在佛我把一些人就时代的不啥的，时佛陀住世的时候，在给也有一点的，位叫大迦旃延。在个熊在给我把一些人就不那么，在给嘎达样的不啥的，你但是呢，他有着，这意思嘛？在这里提到的说一切有部的这一位那呢是不这样同的。原来给我把一些人就把在给嘎达样的菩萨的可对熊不的在那边呢？那么这位撰我写了可以大家儿说是叫《发女智论》的将这位桥的作者哦，过冲不起，或让个人的城市里也过冲不起意思。他是诞生在哪里呢？他诞生那在印矿泉啊度西北个对水方的的，婆罗他们这也不门族。毛啊，样呢，前站马尾个出的，点了白白个对水，听得起来呀，他出去下来现的看时候哦，了好意思。可以说是说一切有部，那也就是矿泉啊个这个叫对水毗婆的，沙师，他们这他的原来的整个宗义装么那体系哦，点点不来可以看了，说完全靠那点点了底定的也那这个时候。讲的哟。就是他们这原来的那点点不来，开差别接了呀，安尼，他的嘎达样的不那是么他出不的，比呢说一这印度上的切有部，矿泉啊个最开对水的。始从上座部分呃，出的这个年代哦，稍晚一点。他们这原那点点把你改为对水的，总是七万几差的要的。但伊那样，可能我是全部给对水的，可对印度但是呢，啥的了呀？关于他开发出水实际哦的先把没出对嘛世的那个好意思。年代，各这样，家有雄鹿不同的前那不来说法。点就在前边呢。那他们依这照《伊部原来的那宗论论》点点把你里面来看，老是改为对水的，可对差的要的啥呢？那要么么会说两眼的点的提老年间到说说一哈着了，切有部哦，你水的全部从来走了吧？上座部分出的时间这对是佛陀印度，涅槃他对检查孙辈给200余年。检查孙吧，我们提出孙辈给我怎么了也呀？就是第民国都三个这个查用过吗？百年之初哦。天这印度啥呢？打工检查孙吧，我们提出孙辈给推荐啊，所以提出因此呢，孙辈给它应工作的。该是这个第三个百记年的录马赛空个这个罗中加的，期或者说我就末期。也没，听这这换句话里啊，说，也就是中国啊西元就快去查的前意思了。这个150年上下，这时亚达候的加纳给出世的。老早的前部玄奘啊、玄奘空给这样的在下说法呢，的大家的个跟玄问题，奘大师提拿落所写的来呀，《大唐西域记》中嘎达样的不说到，前部的，对吧？两个人的老孙家拿落冲不佛陀来噻，涅槃听这孙300不来噻。年中说的是一样的，对那样，就说当然到这先给位尊者是诞生在这玄奘个个时候。老么子。在下边给你这个这把三年扎都，你这个接上去要是听拿了嘞，老孙给住了呀，出不来噻了，等着大家的送到还有一告诉部呢叫我到这《巨蛇论里的意思。述》，里面有提到说也是300但我呢，年末，怕把嘎达样的也都是土库非常朗给，吻合的。该说的具别人不这不听，那么关于这库朗了呀，他就位尊者叫全我把迦多衍就看尼子哦，这什么具啊，他的具别传承人不的把那次第呢，个什么呢？也对了呀，有不那俺们同的没记得了呀，说法，写注明到我不从晓得啊的古是，代到现在哦，他到就就有多种的要是他的说法。给要嘛的是。但但加没有一种拿随呢是给了不可大家所罗边公认的。全部结账下的给譬如说在下的给隋代的高僧叫点就送给吉藏，上面下的，那那么他就点就送下根本的点就送下的撰写了一部叫我们《三论早玄义》，写了不起，我们写不起，那那也就不注明不是写起，中观、加拿了根本呀，论，我然们给后四百点就论等他等，有这样的贴送不的，他三就出论啊，资料的，是非现在空给常的重点就视的。贴送不给上万团啊，他干呢，就是嘛送下给我这个别是叫的，提拿了呀，搞送的啥呢？那年边给扛不了，他举不得，扛不没咋那个啥么这里面的举不得，提到了他的没咋传承次个啥的第是点呢？优波居嘎达样的多呢，不来，举不赋予得不来啥去，富罗那，他干到富罗那呢举别给赋予冲这么着不的，昧者那送科，下来的，昧者科呢伊呢啊，赋予他这个迦天天天嘛旃延尼好不是给子。扛不的没咋个啥，全啊个对水但是的，呢，富罗那那还有这个叫嘎达样的昧者科不全啊个出世的这对水的。个时代哦，但嗯，还是对最切的都下的要的，晚的听着印度啥呢？多哦，所以这个他的说法呢也并不点就是非常的送给商量可靠。的拿了呀，点下边给嘎达样的票去，有这么的了呀，那一点用啊都不记他，一切用啊都不记，人民都是得写下来是。但这个可能给冲入当冲入对水的这些，但是呢，怕把嘎达嘎达样的不全部空给送中啊，但空给这些那搞么这位下不全尊者呢，部呢？他的著作还有他他的的帕巴嘎达事业呢，呀呢，主要是什么呢？给不全部空给
탐지 유협을 말하기 자외 된주我们 이시는 주고 사야 돼 공부那 잘했어. 么他 다디 写的一部根本论点是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论点，叫做《阿毗达摩发智论》，他就是这部论的这个作者。 다만 신기 탐지 유연내기 원백이 수행쟁견도티 다我们 이시는 주고 디 고수 자외 된주로 차디어티 가다야니 부심이 제버와 근데 인두산에 那么这部 가다야니 说一切有部的 부심이 根本 탐지 论点 유연내기 啊、 원백이 的作者 수행쟁견 就是这位 뭐뭐데다 尊者， 홍레슬라비나 랍초아로 든지 所以呢， 차디어스 他也被 근데 认为 인두산에 是 탐지 一 유연내기 切有 주기 部阿毗达摩 가다야니 真正的这个 부심볼래 开创者。 채동 所以 쉬우지 这个 쉬우야 说一切有部的学者们都对 다다 他是 공부 非常 제시하게 的推 我们 重。 이시는 주고 사죠 봐. 공부 이시는 那 주고 这部论 사게 叫发智论呢， 우망아 저기 까띵규 나로 벽에 까띵규 날때 요 말아. 이내 那以前呢， 시수들이 在藏传的 야나기다 甘珠尔呢，丹珠尔 벽 当 뒤 中并 말로 没有 걸어야. 收录。 야나기 협의지 但是后来 별에 呢， 태시 공 汉地的一 가사야 位 태시 뷔디 大师呢，他 주장 到了这个藏地，那么的三大寺里面， 못해서 장난 제 他学习了很多的大经大论之后， 那就是这位叫法尊法师。 공기我们 이시는 주고다 那么他在那个时候就将这个阿毗达摩阿毗达摩论还有发智论，那么翻译成为藏文。 那后来呢也有出版。 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发智论也好，等等这些论点，我们现在是看得到的藏文里面。不然以前呢，这个发智论也好，或者大毗婆沙论呢，这个藏文是没有的，甘珠尔、丹珠尔当中也是没有的。那这部发智论， 它一部分一方面是对于佛陀的这些教敕的一些注释， 另外一方面呢，它非常好的编辑了整个圣教的密意是什么，是可以说就是说一切有部的宗义可以为这个说一切有部的宗义奠定了一个坚固的基础。 那么这部论和其余的6部论点呢，相互的连结，就有了叫做一身6足，就是一个身体6个脚6个足，这样子的有这样一个名称出现。那么慢慢呢，这样子的可以说阿毗达摩的7部论著呢，就奠定了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宗义很完整的一个论点体系。 我们 이시는 주고 피베다 대메인베다 연락 주기 되셔야 돼. 我们 이시는 주고 피베게다 所以这里加多衍尼子阿舍离他就造了发智论，就是一生。那么其余的6族的这个论点呢，各位的各个的作者是谁呢？首先第一部呢是叫集异门族论。 它是舍利弗尊者所造的，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按照印藏的一种传承说法，这部集异门族论呢是大居西罗他所造的。那这一部论目前只有汉文，是当时玄奘大师所翻译的。那第2部呢叫做法运族论。 有12卷，汉传佛教的说法，它是由目犍连尊者所写的。但是另外印度还有藏地的学者的传承认为说是舍利弗所写的。同样，玄奘大师他翻译成为汉文。第3个叫做施摄族论。 他是大迦旃延他所写的。同样，另外印藏的传承说法说，这部论是目犍连所造的。这是在宋代的时候，由法护等等论师等等阿舍离所翻译出来的。这部论也有藏译本。
再来一部呢，叫做《世身足论》，有16卷，是提婆圣摩他所造的。那这一点呢，这个汉藏的说法是一致的。那么玄奘大师将这部论翻译成汉文。再一部呢，叫做《品类足论》第5部，有18卷。它是由释有所写的，释有尊者。这个说法呢，汉藏两者也是一致的。同样，汉文是由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再来第6部呢，叫做《戒身足论》，是由释有所造的。但那么针对这个作者的是谁啊？咱们印度还有藏地的智者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富楼那尊者所造的。同样，这部论的汉文也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后来呢，就出现一部叫《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那么主要是后来由500位大罗汉他们对于发智论所写的注解还有编撰，所以就出现了阿毗达摩的大毗婆沙论。那这部论有200卷哦，那是总摄说一切有部宗义的，还有一切精髓的一部大论点。所以总之，这里我们所谓的阿毗达摩7论也好，或者说一身6足论也好，汉文当中都有。所以可以说90几吧，都是由玄奘大师所翻译的。那么藏文里面呢，就像刚刚提到过，并不是很完整，只有其中的几部。但后来呢，由这个法尊大师呢翻译了这个发智论，还有大毗婆沙论。那么现代的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阿毗达摩7论的作者，比如说提到有舍利弗、目犍连等等这是一种传统的说法因为这几位呢是这个佛陀的几位大弟子，就是舍利弗、目犍连。但是现代的一些研究者觉得这几部论只是借用了这几位大弟子的名号，或者说只是表示出它是属于这个的传承而已所以他觉得现代学者认为不可能是佛陀的亲传弟子，像舍利弗尊者他们所写的。现代学者觉得不可能。所以刚刚谈到有阿毗达摩7论，然后出现了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这是最广的一部论点，有200卷。它是总摄了说一切有部宗义一切精髓的一个论点。那么说一切有部在编撰这个大毗婆沙论的时候，当时有很出名的4大论师一位叫觉天，一个叫妙音，再来是法救，还有释有。就是因为这4位阿舍离可以说就将这4位著名的阿舍离的主张就汇集在一处。那么这4位呢，就称为叫毗婆沙的4大论师，或者4位阿舍离。
那这里我们可能要说一下，就是说一切有部跟说分别部到底是同一个名称还是不同的？其实可能先开始是说一切有部先出现之后才有呢这个分别说一切有部。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有一个部派就叫说一切有部，就是从上座部那个时候分裂出来的。那至于说分别说一切，分别说不，那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么一部叫《大毗婆沙论》，或者说毗婆沙论。那毗婆沙就是说分别说不，分别说的意思。所以总之他们因为有这部论，所以呢分别说阿毗婆沙论这样一部论哦，所以就有这样的名称。所以首先呢，刚刚说的先出现阿毗达摩的七论，然后在第三次结集的时候呢，然后就结集了大毗婆沙论哦。所以毗婆沙的意思就是分别说，所以这个时候才出现了，就是在编纂大毗婆沙论的时候才出现了分别说不。所以无论说是说一切有部，或者说分别说一切有部，后来就变成是同义词了。所以总之呢，先要说一下，就是说叫说一切有部的四大论师，或者说就是分别说不的四大论师，也就是毗婆沙的四大论师哦。那当时有叫觉天等等啊。首先呢，第一个叫做法救尊者。那首先呢，我们谈一下他的生平还有影响。那么在佛教的论点里面呢，名为法救的这样的尊者哦，据说有4位之多，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很好的分辨。那么这一位哦，就是说一切有部四大论师里面的这一位，他真正的生平哦，其实是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呢，在大毗婆沙论，就是这些分别说不的毗婆沙的这些论点当中呢，都以这个法救尊者或者说圣者法救这样的称号来表达敬意，有时呢甚至只称叫做尊者，只称他为尊者，甚至名号也都没有念出来。由此可见法救尊者他在说一切有部，或者这里刚刚提到说是分别说不。总之，在这一部当中呢，是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还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么玄奘大师的弟子哦，有一位叫普光。那么他所写的《俱舍论记》这里面提到说，法救梵名叫达摩多罗，佛涅槃后300年的时候出世。那么从这个记载来看哦，他就这个时候正是这个迦多衍尼子出世之后不久的时期。那么玄奘大师的说法是，那法救尊者诞生的地方是在犍陀罗。那么说一切有部的很多论点当中，都是一再的会引用他的这个主张的。但其实呢，它可以说是说一切有部当中的主要的可以说是
依指这个经论的这一位，或者说叫做比喻师，或者说经论师。所以他并不是支持论的阿毗达摩的，他主要是支持这个经典的。대하다다 치수 야나라야全백이 야연합의 임순사되게 가르송이 와르사나 좀바 최격이全백이 뒤럽려야 后来呢，应顺法师说， 최응백의 로트에서 안에 다르게 로신배 강으로 되시레스 이나야 좀바 최격 코랑 탐제 연예기 다 수균 닝버세는 장도 所以呢，法救尊者可以说是一位持经者，或者说一位譬喻师。所以呢，他对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的传规其实是提出了破斥。所以应顺法师就说，在法救尊者的时代呢，阿毗达摩的宗风是日益兴盛，但是呢，法救尊者他本人是传持说一切有部古老传规，就是以经为主的人哦。所以他是采取了破斥阿毗达摩宗义的立场。所以由于这个缘故，那么法救论师虽然是传持说一切有部的这个传规的，就说他虽然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传承的，但是呢，可以说他却是一个跳脱了传统，然后而且是更注重这个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尊者。所以后来呢，精量部的这些前辈的学者，总之后代的这些弟子就尊敬他为精量部的前辈的学者。不仅是这样，因为他所承许的主张是跟大乘相近的这个菩萨的见解，所以在汉地呢，古代当提到这位法救尊者的时候，会以菩萨来尊称他，就叫做法救菩萨，有这样的说法。年对대비 흉가 나로래야 전주 선배 고시에 인주산에 테레 양 코랑기 공부写단다 다와랑주 개단데 개바 신다的문자不起 这是因为他在声闻称里面他讲到的菩萨的观念的时候，是更接近大乘里面的对于菩萨的见解哦，所以后来汉地的这些大德们都称他为菩萨。他当时所写的著作现在是看不到的，现在所能看到的，就是说他所造的论点现在是看不到的，但现在能够见到的是他编撰的一部典籍，叫做《法句经》，也就是或者叫《优陀那品》，这是他所编撰的。这一部法句经它主要是从各个经典当中选取其中的4句偈或者6句偈，然后依照它的义理的一个次第编为这个品类而成的。那其实呢，这些内容在各个部派早就已经有的。那么只是法救尊者他重新加以这个编撰而已。再来第2位呢，叫世有尊者。那么首先看一下他的生平跟影响。他叫瓦苏米特拉，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在汉文中叫做天友。
在印度佛教史上，名为释有的也有很多位。由于有很多这些同名的大师所以以前呢，我们谈到有这个种毕巴、大种毕巴、小种毕巴等等所以还有这个等等。由于太多是同名那我们就只能在前面冠上一个大或小这样的名号来分辨。所以同样在这里称为释有的也是有很多位。这里我们谈到的是四大论师当中的这位释有，他诞生在这个摩卢婆这个地方。在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里面有提到过他，说他呢诞生是在西方的摩鲁这个地方。一般认为呢，他是出现在这个西元前2世纪到西元1世纪之间。那么曾经在这个叫笃霍罗这个地方那这是一个很富足的一个城市里面。那么受到长老奢提的城市供养之后呢，他在雾色杰罗法底城这个城当中呢，他到了那边就弘扬佛法。那么他就成为说一切有部在西方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位大德。那么玄奘大师所写的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提到说在迦尼色迦王的时候，这位就是当时就举行了第3次结集。所以当时呢，释有尊者他是以上座的这个身份那么他在迦什弥罗这个地方然后跟协尊者一起举行了这一次的结集。有这么一段记载。所以当时呢，就结集，不止如此而且还就在这个第3次结集的时候，编撰了《大毗婆沙论》。所以释有那个时候，这位尊者他也在场的。甚至由于他是当时可以说结集最主要的那位大师，那位大德，所以呢，大家都对他非常的这个尊重。据说凡有疑难，皆咨询于他而做决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就在《大唐西域记》当中有这样记载。但是呢，现代的一些学者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就在他们研究之后，他们认为这位释有尊者，他的年代其实比这还要再早一点的，所以他不可能参与那次的结集，就是那一次第3次结集，或者说大毗婆沙论的这个编纂的时代，他是不可能参与到的。那这位释有他和法救论是不太一样，他是非常纯正的持守说一切有部的宗义的这样一个代表人物。那么说一切有部的所谓的纯正的传规是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随顺这个发智论的宗义。那么大毗婆沙论就是非常细致的或者非常广的去解释发智论的这一部论著。
所以可以说，大毗婆沙论出现的时候，就是整个这个传规登峰造极的这个时候。所以里面呢，就非常的引用这个释有的密意。最主要就是因为释有他的这个主张，他的密意都跟发智论是相合的。所以当时的毗婆沙师友，也就是持守说一切有部纯正传规的这些大德学者们，都会引用他的说法，认为说是这个正量。那么大毗婆沙论它编撰的地方，就是我们要知道是在迦湿弥罗，就是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当时在这个地方的毗婆沙师哦，是属于说一切有部东方这一系的，而释有呢是西方一系的代表。是犍陀罗这个地方是西方一系的这个代表。但是呢，东方的这些说一切有部的学者，这些尊者们也对他是非常的推崇的。所以呢，就像前面说，会觉得说他是大毗婆沙论当中所引用的多位阿舍利中，他们都认为释有的主张是最好的。那么它的论义的特色是什么？这里有提到说叫重组织、重扼要，再来是重简明，还有重定义，有这样子的一些特点。所以后来无论是对于东方、西方这两派，或者说这两系的说一切有部的宗义传规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有我们需要知道的一点啊，就是说前面我们谈到了释有尊者还有法救尊者嘛，那么释有他也和法救尊者是一样，在汉地古代的很多文献当中都被尊称为菩萨。关于这一点呢，是有一个故事的，是什么呢？是在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里面有提到。这里是这样说的：释有尊者呢，他因为自己是精通这个三藏还有五明，所以本来呢，他想要加入这个西方，对不起，他想要加入这个迦湿弥罗这个地方大毗婆沙论的编撰者的行列。但是呢，当时呢，僧众们说你烦恼没有断，所以就不准他进来，不准他参与这个阶级，就拒之门外。因为里面所有的僧众都是这个已经断烦恼的阿罗汉，所以就不让他进来一起阶级。事实上，这个释有尊者呢，他虽然还没有真的证得阿罗汉，但是他的资粮已经圆满，他当下就可以证得阿罗汉的。所以呢，当他正想要这么去证得阿罗汉的时候，但这时候天上诸天呢，就跟他授记说：“你未来要成佛的，你会不会未来在弥勒菩萨的时候，那时候成佛？弥勒佛出世的时候成佛的？”所以就劝谏他说：“你是三界之尊，四身的归依处哦，就是你之后再成佛。所以就说你是三界之尊，是四身的归依处。还说你为什么要取这个小乘之果呢？所以有点像是一个诸天对他的一个授记吧，或者说是对他的一个劝请。所以呢，他就
没有去争得阿罗汉果，所以他就舍弃了阿罗汉的果位。所以这是为什么汉地古代的典籍中都称他为世有菩萨。那么世有尊者他的著作呢有哪几部呢？就像前面有谈到的，有品类足论，还有戒身足论等等。当然，这个印藏或者说汉地之间，对于这几部论的作者有什么不同，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哦。同样呢，传统上还有一种说法，这个异部宗轮论啊，就是由他所造的。但是现代的很多学者对于这一点，就是异部宗轮论是不是由世有尊者所写，也还是保持这个保留的态度。那汉传佛教认为说，最重要的它有3部，就是品类足论、戒身足论，还有异部宗轮论。再一位呢，叫做觉天尊者。他叫做布达爹瓦。那首先我们说一下他的生平。他的生平实在是不清楚，他只有一则提到，就是说他是编撰《大毗婆沙论》时，他参与其事，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呢，也只是一种传说，这也并不十分可靠。但其他什么样他的生平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呢，一般来说，它大约是出现在西元前后之际哦，所以就是西元前的10年到西元之后的10年之间。在这个西元1869年，在北印度的摩吐罗这个地方，当时出土了一根这个狮头的一个石柱。这个柱子的一面上面就刻有说“觉天阿舍离与说一切有部的比丘”这样的一个字样。所以学者们就推论说，这根石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说他们研究说，这个石柱是西元前10年到西元10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遗物。那么上面所刻写的这个觉天阿舍离，那么他们就推论说，可能就是这一位这个觉天尊者。那么他的宗义和影响是什么呢？他跟法咒尊者有点相似，他们2个人呢都是说一切有部的，但是呢，他们在这当中是属于持经者，并不是持论者，是持经者，而且都是譬喻师。那什么叫譬喻师？这我们之后会再解释哦。那么持经者跟譬喻师哦，主要重视的是佛陀的教旨，也就是经藏本身。
他们对于阿毗达我们现在做的摩，就是这其实些论那师，就是可多后来盖人由这这边的是吧？些论盖人师们供这个点就所可以说撰写的，对于这个就是说经藏盖供所这个点就全网做把的时候，的各种的大体注释，上了可很繁琐的那些搞不明就综艺的跟这哈，全那些网把点分就就是析研究，然后了，他们并不大体是很点就看不的就个很喜欢的。呗，都住鸟的差不多15几岁呢，别的野娃当在那边古林的，但忙不许岁月，大体的其他搞不起个么子，他的上给干多点拿了也得呗，这搞出过来。通媒给 number 都看了也不当然星所以期他们更喜嗯欢去看的搞出来是，可以这说最我开始的那怎么的会个原汁去讲，原味，那就是社会都去真正的看也不佛经啊，给了呀，佛陀怎搞起也不是，么说，他们是更重视的是这部分，所以这叫做持经师。但空给得住，那了呢？但开启学习干了儿什么空给数年中啊怎么当，心中的什么怎么明白是？大体那么他干说了什最主要的一个主么空给张很特别，就中啊是来先的具色为备数是大众，开领导嘛呢？心所为当然是心。什么来先的具备心中开领导嘛来说的。大不能中啊来先的具备中换句国噻，这嘛话说，算对我了吧？他那空所给认为就中是他只国个中承认的啊来先的具是大众，备也没对个有什么的。同样中华来他也先的数只承认是对个嘛，那是心，当然先给不承认心 sem 所。心中的 sem 是吧？sem 中的 sem 来先的具备个心中对个嘛换句话说，来说的。就是没有所谓但离开真这个心的这个弗兰克德心所，鲁的米塞提也不起吧？承许有离开这里路大众上天阳的弗兰克其他的德鲁米色法，塞提起，这里想想，所以或者也不承认有那是，但这离这个里他妈心而有的来的，别于其他于心的人准备西南心所这个他妈的，密意的。准备羊那肉噻，最后一位呢准备羊肉，是妙音尊者，准备羊肉噻的。空个单在那么不得搞点斯拉比那空不充实的价他的钱，生平呢讨个是他诞给予噻。生在北印度的这个叫土笃卡拉是霍罗这个土卡地方。拉是个弄不得的呀，俺是偏见那了讨个了不多，他那讨卡拉卡是，讨个给予噻的了，过充不得是。大过充实的价，参照讨个给予了过充，那意思的。他的大的那的价群众那了，各都算不起来够了呀。那么多罗那塔尊者在印度各都佛教史提算不起来到说，给钱了呀。在第三次各都算不结集清，之后，前面搞了劲大的，也不跟你洗个三头吧？大各都算不起来，那那个时候才会钱了，是说给不跟你洗个第三次结三的。集的功德主是迦尼色你迦王，才会钱了呀？你所以抢着那次举阿斯玛行结集之巴后，人达然后同样这个噻给国王也去弄不起了。世不久。当时在第弄不北方，印的，度北方他的个性的有一个非女常婿，讨个有一个讨个噻，叫做弄不的他阿也没有，诗摩波罗安也不差的。多这样一个第弄不地方，得了呀，它是靠听到近这这个迦地噻。什弥罗的他西方，恐怕这个这地噻，他笃弄就想霍罗这睡觉了。个地方。他第一个，呢，准备一些的，所以准备这是一个很羊肉的呢，富足的地方啊。当那时呢，弗兰克弄不有一了呀，位给当起，非常点点休息，什么了富有吧？的一个长者，叫做奢提，弄小末他就日语呢，从西方这个准备一些给当，摩鲁这个讨个地方准备羊迎肉呢，请了毗给婆沙是世点点有尊者，点长些呢，还有从这给个笃弄霍罗这个不地方送了呀，老迎主意请了妙不肉了呀，音尊者那光给到那里，吃不起了，到奢提到这个叫到极大学啊、的是。阿诗摩波罗安多这他第一个地方。年的给到他那么就了那边给他什么的之后呢，紧张，这他这个位他刚才长者叫奢提哦，他就以空把三两12年的个都紧张时间了，全部休息供也不行，养他们，还有供养了紧张这30万的地下去，比丘。他的阿斯玛巴兰达是个弄不得了呀，听到这地下龙卷被修约的是那些也不行，那光给他的准备一些的准备养着你检查第一个了呀，给龙本不送自己了，老九所以年也不这位着了呢，长者，全部他总之呢，就以研究12年的时间，迎请这2位尊者，还有第六30万的山呢，他看着比丘，到了他打了那就送不这个叫到前面，第六山呢准备养着阿的准备一什摩波些营养罗安多这个地方。要的送不着啊。所以这是多罗养送那他的印度军进了呀，佛教史里他的面提到的。前大先把全部处理前面还有一搞了呀，种传说空要的是是说，那不着啊，编准备撰这个大养着噻的毗婆沙论空要的是。的时候呢，他也在场，就是这位妙音尊者，他也在。他准备养着的这玩意儿，别个等就给他继续去那干么跟他了什么？最相起码关跟要了，起码著名的一个故事典故是什么？米酒了点的米酒不就是噻，这个以那个泪治等级是。眼这样的一个故事，这就是等级的以眼先生着泪来还是脸治疗这个色来的，眼疾的故事。当宣长这个给故事也有不文艺同的说法，拿了呀，《大唐西域记》里他面是这样记载的。送到的肯定就要的是那边呢。他的曼嘎达，要吧？曼嘎达给成就军心的功格了吧？啊，成就军心的做了还是啥去？要不然是。
就是在一个地方摩土罗。这是在摩羯陀国有菩提树的一个僧团里面，有一个人就领着被这个阿育王挖去双目的一个王子，叫居那罗王子，然后祈请这个阿罗汉妙音为他治疗。所以总之他们就祈请这个妙音尊者来为他治疗。当时呢，妙音怎么说呢？这位尊者他就说，他首先呢是昭告所有的人都过来，而且呢要他们各自的都带了一个器皿来闻法。所以这个尊者就是昭告很多人过来听法，而且听法的时候要带一个器皿来。那么这时候呢，他也开始讲法了。那当时大概是讲到了12因缘，那么大家听完之后就非常的感动，就落泪了。这个妙音尊者就将大家所流的这个泪水，那么因为大家都用他的器皿盛着嘛，他就将这些泪水呢就汇集起来，然后呢就集中呢汇集到了一个这个金盘当中。那么之后呢，他就发愿说，他就要以这个将这个金盘之中的泪水来为这个王子，这个叫居那罗王子。那么他就是这王子，他被这个阿育王可以说弯曲这个双目的这个居那罗王子总是为他洗他的眼睛。那这时候王子的双目就跟之前一样，就恢复了，就复明了。有这样一段故事。这是一个最出名的关于这个叫觉天尊者，对不起，这个妙音尊者的一个故事。后来呢，应顺法师有写到，他提到说，藏地的这个文献，就是像多罗那他的这个印度佛教史，大多会认为妙音跟世友这2位尊者是同时期的。但是如果依照大毗婆沙论里面的内容来看，这个妙音尊者他曾经引用过世友的品类足论，还有引用过提婆舍摩的世身足论，这样可以证明说，这个妙音尊者的年代其实要比世友是要晚的。不然呢，他觉得说妙音尊者应该没有办法引用到世友的这个论著。当然这也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说就算是同时期的人也可以互相引用互相的著作吧。但总之这是应顺法师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妙音跟世友这2位尊者他的时代是不同的。那么这是讲过了说一切有部的4位尊者。接着要谈一下的是这个独子部还有正量部的开创者，还有代表性的几位学者。那么独子部是从上座部分出来的一个很大的部派，它不是一个小部派。他的主张和其他部派不同，他们认为有一个不可说的布特伽罗，就是不可说的一个我。因为一般佛教认为说是无我嘛，但是呢，他们认为有一个我，是一个不可说的我，就是不可说的布特伽罗，会说是既非异于蕴，也不即是蕴本身的这样的一种我，所以是一个不可说的我。
다 몽골의 대바 사대 가르스나 몽골의 대바디야 내매 부이 대바 那么 레수르도 디 再来还有一个 나로네 叫 야 正量 케베기 部呢，예라가 대바 又是 샤디 从这个独 디 子部中 대바디 分出来的一 옹마 个支分 비슈지리 部派。 야갈야 배 后来 슈침부시 这个正量部呢， 슈충이래 在印度 되나 是非常的兴 상쉔당 盛的。比如 야갈야 说， 야갈야 페베 玄 그 奘大 몽골의 师他 대백이 到 우리 印度的 대 时 전부 候， 도순 曾经就说过，这个正量部是有很广 다 大的僧 몽골 团在那 대바 里。 내매 부이 대베 나로 케바시 가르 거르충어서 所以 다 总之 당고디 呢，这里 내매 谈到 부사야 独子部还有正量部。 내매 所以 부사야 首先我们 되다 看一下独子 내매 部。 부이 대바 거라 순제 징게 다 몽고주 首先呢，它这样的 몽골 名 차례 称 거라 来由呢，主要就是因 다디 为 중요하고 它的 뒤진 开创 대바제 者的阿舍离 길wen 就 그 叫 괴롭 순바 叫做 되게 独子。 중요해서 그래서 다 它 콘데 是在 내매 大概 부 西元 제제 前 토고야 3世纪时 군zen디 候的一 다 个部 군zen 派。 시주로 니여자 찍대 关于 하라서나 这个部派这样得名的理由有 우엔기 两个，缘起 장송 有两个。一个说法是因为 되네 지기 르규리 중화랬어 说他是呢一位名为 사주기 叫 신수 직체 니바디 是总之是一位古仙人的族 대바티 裔，所以得到这 네세기 样的名 사샤티 称。 나라주 야갈라 개방하면 종신부 주루세 중으로봐 디나로네 另外一个说法是， 와트사사게 这一个部派它所住的地方是16大国中名为叫这个 지디 다가다 巴 지디 街 르규르 瓦 되는 萨 민토바를 瓦 생기 街这个 지디 地 넬 되는 方。 민토바를 사야지 所以因 시즈르 此呢， 니스 这个 다 叫 르규르 되는 独子 민토바를 部哦， 사등에 它就意 가가고 为 마치 拔街之子 슈웨 인상스 拔街这个 다 地方的 개방하면 弟子 야가 的 그 名称。 장son지 거라 一个 웬베리 说是，总 줄이야 之一个说呢， 대기부산 따고 是有这样一 멋지게 个仙 뇌자 人的名 슈지 字。 가르치 깨치 一种说法 뇌자 是，这个 슈좀 仙人 깨지 他有一次在一个 코라만네 地方 미도야 修持的时 뇌자 候， 슈좀 깨 他升起 용기산 很极强的这个贪欲心， 完全按耐不住。 제가 后来他就想说该怎么办？ 민머니 됐어 他后来找不到任何人 거주지 发泄， 됐어 他就找到了一个 거주지 犊，这是一头 됐다 牛， 가르쳐다 犊的意思是牛。 야가르 체크네 가르쳐다 所以总之呢，他就 거주 发泄了 봐 他的这个欲望。 다 이제 부깨네 상관에 然后结果呢，这只牛呢就生了这个孩子。这个仙人跟这个牛所生的孩子，这叫做独子，有这样的一个名称，这是印度的这种传说吧。这个族的一个古仙人族，这个族的传说。总之呢，这个部派呢，它提到的是一个不可说的补特伽罗，这和其他部派的主张都不一样。那再来就是接着刚刚说的，这叫正量部，从独子部中分出来的。那这个部派里面有几部论著很出名，一个呢就叫做三米迪部论，就叫做正量部论，这个是汉文才有，藏文没有。但是呢，这部论的作者题记还有译者题记两个部分都不清楚，也就是说不知道作者也不知道译者是谁。但是现代的一些学者认为说，这部论呢，可能作者就是可能译者是这个真谛阿舍离。근데 저바 친구들이 용디 알았어. 이내야 다다 슝디 개점시 차대요. 그래서나 这部论很重要，叫做三米底部论，因为这是呢现在还能够见到很完整的阐述这个正量部宗义的唯一的一部论点。其中呢非常有组织的说了这个正量部关于补特伽罗轮回，还有随眠，还有业果等等这些见解。再来呢，正量部的第二部论著叫做律22明了论。那么这部论点是由谁所做的呢？它是由这个精量部的阿舍离，或者说应该就是正量部的阿舍离吧，应该是正量部。弟兄的这年的呢，搞出来，特别是搞啥，蒙古这边个那边商业搞啥的，跟这样子。
那当时的这位阿舍里叫 Gyurgen 做，de lobe yanda dembe gyur. 他是正量部哦，应该是正量部的阿Dan舍 di 里。duwe namdra 那 mangbo den 么 shabe mungur debe shungji bre. 叫做佛 Tere. Ta 陀 tene 多 di 罗多，jele ya. 他所造的。Kare arsana. 这是讲说很多关于戒律的这样一 Ngomba 部正 jikden 量 chuba 部 sa. 的论 Ngomba 点。jikden chuba sa de 再来 ane 一部呢，叫 zeshang 做 se 利士阿毗 yidwa. 昙论。Gyurgen de 这 lobe 个 yanda 作 dembe 者题 gyusha. 记也 Ta 是 di 不 nalo la 明 je 的，译 rab 者 yiki 很 da 清楚 lo de 是 du 真谛阿舍里。 chanen jisum yi gor den shaba 这一 tene 部呢，关 jikden shungji 于 bre. Ta di 主要谈到 keba 了须弥 peche mungur 山四 debe shung 周， re shi 还 shi. 有六道 Lobo 众 yares. 生的成住坏等等这样的 Oda 一部 tene 论点。sheshe ta 所以 mungur 很多学 debe 者认 ki 为说它是正量部的很重要的一部 korte 典 tene jire sha. 重量 Ta kana 的一 mungur 部典 debe 籍。 ki keba. 所以总之这里 Edi 谈到 keba 正 chama 量 mangbo 部， chung yi gire de ina ta ta ta. Jizu 有 go le ya. 应该一定有很多 Yishil 的 mi se 著 ke 名 ta 的 yo 大 samare. 师哦， Tene du 但 sa 可 le 能 ina 没 ya 有 ta 留 tene 下太 mungur 多的 debe 著 ki 作 shung. 跟记载。 Ta ta gyana ke le shu deba kashe ji. Ye deba te 所以 tene 这 jire 里 sha. 呢，我们主要跟各位介绍了在汉 Ta 文里面的 tene 这部论著。 ti che le ya ta. Ana lu yu nang de ya. 那么之 Yana 后呢， di shil 会 lang ga le ya 我们 tarbe 要 ki. 谈到的是南 Ta 传佛教 marwe 的 deba. Yana 赤铜碟 ngaba 部， che deba me debe 也 ki. 就是现 Ralo 在 le 的 ya. 南传上座部 Keba 哦。 che mu kare chung ye ba. Ta ti zu go 那 shu 在 ya 部派 du. 的时候出 An 现 ta 几 ne 位 sing 重要的阿舍离， 就说边直不落的，说边打烊的，俺第一同样节了呀，就还有会介绍说边邪尊者是的，谁，还他有马跟我们最早明阿的那个舍离是呀，谁，兄弟呗，说边还有 skandal 呢，了啥的的，俺那说边一年的，等说边对上的，俺那第一节了呀，兄弟给，我把这还个这把有其咱们研究吧，他几位我到第的九个的是我这学上是，作者，等于呢一些第一个大师，学不好去，今他天就不第一个他们多说，下去去，这之后他等呢再讲。今天大概就解码个讲到这区定里。角了吧？那么在下一次的课程呢， Dari karayda kan dari dia lapsim no. İngi var. Cema çüdün jorba. Cema çüdün iştir. O, arama. Cema çüdün tele ya. Ane çüdün tamayi. Çüdün tama. Da 那 yine 么 de 在下一 tüzü 次的 diyorsun 课 yuva 程呢 dan 是 var 最后一 şey. 堂。 Ente cel kabra şu şaşır var. 总之时间 Dari 有点 nişi 改 na. 变哦。 Dari 总 nişi 之 zumi 20 yote. 号呢 Çüdün tamayi. 是 Çüdün 我们 tama 这一次 şey. 最后一次 아니 课 디 程。 저리 나고야 그냥 저리 나고야 신나게 어머라 다이는 지 까메르 나요 스마르베 까메 난게도 상마 저리 때니 슈타베니 뭐 저리 나 디추딘 那如果 타마디야 要 다란 有 참샤 些 샤 과르 疑问的，可以在那天提 디 出。 때니 那 슈타베니 总 뭐 之 추딘 到那一 타마니 天就结束课 아니 程。 디린 다가 참샤이 나스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